河水最后会流到哪里去呢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客家童谣，就知道答案了。那苹果姐姐，今天要学的客家童谣是在讲什么啊？这一首歌叫做《后八岁》，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喽。日日呀呀啪嗒啪嗒，日日呀呀流啊流啊，流到太海嘅木下，太海咁係爺媽媽。日日呀呀啪嗒啪嗒，日日呀呀流啊流啊，流到太海嘅木下，太海咁係爺媽媽。日日呀呀啪嗒啪嗒，日日呀呀流啊流啊，流到太海嘅木下，太海咁係爺媽媽。哇，好好听哦！原來河水最後是會流到大海裡面哦。哇，彤彤姐姐你好聰明哦，現在都可以聽得懂客家童謠了。謝謝蘋果姐姐的讚美。但是我相信很多小朋友都跟我一樣，可以聽得懂很多客家話咯。好，那現在就讓我們一起去看看我們要學哪些客家詞語呢？走了，木下家裡，木下家裡，咁係難道是？咁係難道是爺媽媽你的媽媽？爺媽媽。你的媽媽？好，小朋友是不是都學會了這些客家話了呢？學會了。好，那這一首《後八歲》裡面，我們學到一個詞語哦，就是木下是什麼意思？家裡。沒錯，我們一起說木下。木下。哇，小朋友好棒哦！現在讓我們再唱一次哦。